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2月3号。這一期我們繼續胡聊胡適、胡轾、胡威還有胡金老師今天胡適的走勢充分的體現出了什麼叫打一巴掌再給個棗。昨天胡適把這個金融消費者按在地上一頓毒打，一頓摩擦今天再賞個棗，把腦袋摸一摸，接着玩，爬起來接着幹，就這個意思A 股三大指數今日集體走強，截至收盤，沪指漲 1.29%， 深成指漲 2.19%， 創業板指數漲 1.86%， 滬深成交額超過 2.5 萬億，這個漲幅也不錯滬指差不多回來了一半，這個成交額也不錯只要在2萬億以上應該就是安全的，也說明資金還比較活躍嘛。實話實說这個棗給的還是不錯的。為什麼呢？今天是4583家上漲，514家下跌，那就基本上都在漲大概 10% 的在下跌， 90% 都在上漲。這個金融消費者受到傷害的心得到了這個撫慰，對吧？從地上爬起來接着幹，到處再搜刮找一找錢來補倉，可以說那是相當的刺激這麼大起大落，比坐過山車刺激畢竟拿的是自己的真金白银血汗錢還有的是加的槓桿。不光是指數反彈，还有今天這個黃金白銀都有所反彈。每日經濟新聞報道說這個北京菜百近200人排隊賣黃金，說近日現貨黃金價格持續波動，1月29日倫敦金現衝上5598美元每盎司高點，但又在2月2日一度下探至4402美元每盎司，短短3日區間跌幅達 22%， 就是這個震盪幅度那今天又反彈一點。2月3日現貨黃金又再度上漲，截至發稿報4815美元每盎司，漲幅約 4%。 多少大媽被震暈了現在紛紛出手一批大媽去排隊賣黃金，但是也有一批大媽排隊買黄金，雙方的隊伍並排。这個每日經濟新聞報道說在此背景下，不少投資者選擇賣出金條或黃金首飾。上周剛入手了一條10克左右的黃金項鏈，一克1650元，沒過2天就降了，跌得也太快了，趕緊先出手賣掉，等過2天便宜了再買。在菜百回購櫃台排隊的吳女士表示，你說值當嗎？10克也就是不到2萬塊錢。這個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以投資者身份走訪北京菜百時發現，2月2日回購櫃台已有近200人排隊，而在菜百3樓一下電梯就看到工作人員舉着回購業務驗證隊尾牌子站在最後，還有多位工作人員維持現場秩序。據中新經緯報道，上午11時左右，有投資者帶着2000克金條來到菜百回購櫃台，菜百工作人員接過其金條後，隨即拿到驗金機器上進行檢驗，檢驗完畢後為其計算變現金額，一共約212萬元。昨天2000克金條賣掉，今天估計大腿又拍斷了，因為今天現在又在反彈，還在彈。你說這個波動這麼大的這個產品這種資產，這小散戶參與對吧？這個簡直是不負責任說這個菜百也不是你送多少他就收多少菜百的一位工作人員表示，菜百每日回購黃金有總量限制，達到當日限量後就會停止回購，每天回購總量不太一樣。2月1日回購約33公斤，回購櫃台中午不休息，會一直提供服務，直到達到當日回購限額。這說明什麼意思對吧？到時候你急着要變賣黃金，你不一定賣得掉，那菜百不要，現在是33公斤一天，但以後說不定是13公斤，再後面它就3公斤，对吧？一旦他把握不住你有黃金你賣給誰呢？就我看有網友他老是留言他是說對吧，那個紅票子有可能貶值對吧？通貨膨脹一旦發生這個極端事件，那紅票子就不值錢了，黃金值錢。我覺得他這個想法沒錯就是叫這個要有憂患意識，居安思危，這沒毛病但是如果按照這個邏輯的話，真的到那一步你黃金也沒用這怎麼就想不明白呢？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啊，物业会出个通告，黄金对吧，要以多少钱一克的价格送到指定的地方，其他的交易都是非法的，要坐牢抓人，你不傻眼了吗？如果你有这种担心的话啊，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緊换成那个绿票子，然後对吧，提桶跑路，這是最好的辦法。如果說我暫時對吧也沒條件跑，或者是跑不了，那你就不如換成綠票子存在那兒，好歹還有利息，對吧？那綠票子比黃金靠譜，黃金它不生息，對吧？它沒有現金流，而且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最大的問題有可能你賣的時候賣不掉，而且呢黃金你一賣的時候發現它是銅不是4個9，對吧？裡面各種雜質這個不是聳人聽聞啊，這個是你看央視報道，這是鳳凰網財經轉發央廣網報道的，說周生生足金掛墜被檢測出含鐵、銀、鈀不同點位純度差異竟超35%。周生生大家都知道啊，對吧？是一個知名的這個黃金連鎖的這麼一個珠寶連鎖的這個品牌，那按理來說應該信得過。近日，廣東清遠的李女士向央廣網啄木鳥消費者投訴平台反映，她新購買的周生生足金福袋掛墜佩戴1天後即被刮花，並出現白色痕跡，因對飾品含金量產生懷疑，他將掛墜送檢，結果發現不同點位的含金量數據存在差異。然而，當其據此要求退貨時，卻一度遭到拒絕。記者採訪中，銷售門店和周生生方面則表示，出於誠意可退貨，願意陪同到傳媒機構檢測。據說這個李女士一共購買了3款黃金飾品，其中她個人花費4215元購入一個足金福袋掛墜，這個價格是2306元，和一個足金小羊掛墜，價格是1909元。妹妹則購買了一個同款足金福袋掛墜。1月27日，李女士前往清遠市青城區某從事黃金回收業務的門店，對福袋掛墜進行光譜檢測。我前後測了7、8次，換了好多個點位，特別是刮花的那一面，測了很多地方都不純。李女士介紹說檢測過程中，工作人員擔心掛墜刮到了鐵，特意對福袋掛墜進行了清洗，結果清洗完之後，檢測結果還是含有其他物質，黃金純度依然不達標。李女士提供的檢測結果照片以及視頻顯示，該掛墜純度最高點位金含量是4個9，其他點位的檢測結果則出現了不同的數據，其中一個點位金含量是96.21%，另一個點位為83.35%，最低的一個點位僅為64.37%，金含量最高點位和最低點位相差35.62%。此外，檢測結果照片還顯示，掛墜中含有鐵、銀、鈀等多種其他金屬元素這個是央廣網報道的不是別人造謠的。說這個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如果你擔心對吧，那種極端情況發生，然後你說這個黃金是抗風險資產，你說這個話在美國可以在這個歐洲也可以，當然你在印度和俄羅斯這些地方說這個話就沒有用。如果出現失控的狀況，對吧？你是擔心失控你現在就在那漲黃金，因為黃金第一個對吧，你不能保證它的品質第二個它也不能生利息，對吧？那你要這樣的話，那你還不如這個攢那個綠票子或者是英鎊、歐元。我們再看胡適隨着這個黃金白銀的價格劇烈波動那總之大媽們很忙，一會兒去買一會兒去賣，不亦樂乎而這個胡適根據這個新浪證券報道說財務指標亮紅燈，多隻 ST 股面臨退市。隨着新 ST 公司2025年業績預告披露結束，一批將觸及財務類退市指標的公司浮現。根據資訊數據統計截至今年1月底，93家新 ST 公司均已披露2025年度業績預告，其中新 ST 金輪、新 ST 岩石、新 ST 萬方、新 ST 國華等4家公司在公告中披露，預計公司扣除營業收入不足3億元，且扣費後淨利潤為負，將觸及組合類財務退市指標，預計年報披露後，公司股票將終止上市。此外，還有部分新 ST 公司披露可能被審計機構出具非標審計意見，或將觸及財務類退市指標。也就是說這個今年又有不少 ST 股要退市了，恭喜這些踩雷的你本來拿着它準備養老的，對吧？把棺材本都扔進去了，結果人家退市了，你說咋辦？關於退市這個這個專家劉繼鵬有話要說。大家看視頻。
如果退市之後，那麼怎麼对我們進行賠償？其實這個問題呢，並不在大股東減持這個範疇，嚴格說啊，對，但是也是當前中國股市非常重要的一個話題。对，就是退市補償。我呢也在各種场合多次表達了我的意見。首先呢，就是退市補償一定要看到這個企業它為什麼退市，就是兩類嘛。一類就是詐欺上市，或者造假，或者種種觸犯了刑事。另外一個呢，就是退市，它可能經營不善，導致不行了。对，如果对於前者來看，我覺得要緊緊地抓住中介機構。凡是這些造假的公司啊，它都有中介機構配合的。如果中介機構不給它出具證明，它是造不了假的。所以一定要把我們關注的重點從造假的這個公司，要大家關注到幫助他造假的中介機構來。你像美國安然世通公司，對，基本上就把安达信这個罰沒了。當時世界是5大會計師事務所，對，現在就剩4個了，對，那就是把你罰沒了。對，第二個就是投資銀行、券商，券商你有錢你就得掏啊，所以我想這個補償的問題，我們現在一定要推出一例來，就能夠讓老百姓放心了。是，現在呢，就是退市的提前補償，我們還沒有這樣的先例。原因呢比較複雜。比如說我曾經說過，誰是害群之馬，就讓誰主要掏錢。但如果他沒有怎麼辦？或者這個害群之馬，比如說你要是抓住安達信這樣的，像我們的比如說某家大證券公司，這沒問題，你罰他50個億也行啊，對不對？你現在我們券商有這一年利潤的100多個億啊，對，或者20個億，那就是一次，第一個是罰到了狠處見效了，第二個是讓我們這些買了上當受騙的這些股民能夠得到補償。所以我想一定要把中介機構要納入視野，不要就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大股東比如說他跑了，或者說他沒有錢了，不夠，那要把中介拉進來。對，這是第一序列的，要讓他們的錢來補償。而且要早報方案。就肯定要補，讓大家踏實一點。第二個呢，就是早期啊，坦率講，我們有一個中小企業補償基金，應該是在2004年就建立了。當時財政還撥了錢，現在這筆基金數量也很可觀，據說是上千億了，但是還沒有補償過，因為當時是給證券公司，當時那個錢是混着的，就是說沒有第三方托付。現在我們在證券公司開了戶，錢在第三方，那都在證券公司。對，證券公司他代理我們的錢和他的自營的錢在一個大池子裡，然後我們所有人的錢都在這個池子裡，所以就蘊含着風險。當時說實在的，就是莊新一和吳清他們這個團隊在清理整頓這件事兒，所以呢，最後清理很成功，這基本上沒有補償就化解了啊，所以也使中國在05年之後，就是證券市場上證券公司出問題的不多，很少，對，和他們清理整頓的成功啊，是密切相關的。但是我就想，這筆錢既然還在證監會，那種券商的那個補償已經沒了，那就能不能也拿一部分出來？對於早期，坦率講，你說這個企業上市作假，我們的監管部門有沒有責任？也有責任，對不对？當時你是核准制，你們是投票通過的呀，对不对？对，當然你說對於經營性虧損的這種情況，對，那這裡邊可能補償的機會就會少一些，因為它屬於經營性虧損，那你判斷不準，不能讓每個虧損的企業退市的時候全都要補償，是，所以這裡邊我想把它分開，重要的是對於第一類，因為這一類的中國的退市企業太少。吳清主席上來之後，大力的推行這個退市，但實際上一個退市率低。現在我們的上市，如果今後要是恢復正常的這種 IPO 的審批，那一定要把退市搞好。退市你不能說你達到上市的一半，你怎麼也得達到1/3吧？你在這種節奏下，中國的資本市場生態才能維持健康的平衡。所以我想這個退市補償這件事提得好，要繼續提下去。爭取推出第一列對弄虛作假上市公司的補償方案，而且這裡邊說實在的，積重難返。現在我們是有這個金融法院了，對於害群之馬，對於刑事
民事、行政的3類處罰要密切銜接。行政處罰是證監會罰款，還有一個就刑事，那就是大刑伺候，給你弄個無期徒刑。你不是造假嗎？無期徒刑。還有一個就是民事，那就拿出錢來，由他們來賠償。要敢於罰出一個30億、50億的罰款來，要做個樣子出來。我覺得這件事才能做好。總之，這個行政處罰、民事處罰和刑事處罰，就是法院、證監會和我們的檢察系統一定要默契配合，把資本市場當成一個決定中國國家命運的大事來抓。不管是你是激勵其他，還是說要處罰他，應該就像我們金融3巨頭，像潘功勝行長支持證監會一樣，那是好行長啊。我們從來沒見過這麼支持資本市場的行長。我在資本市場35年，我從建設早期就開始參與，沒有說銀行跟證券市場配合這麼默契的。所以這次上了4000點，我們要給潘行長應該真的是立一功。這個劉繼鵬說的這些啊，我非常贊成。就是退市有2種，對吧？一種是欺詐善事、財務造假的，這種退市，而且要賠償那個中小投資者。怎麼賠呢？对吧？往往啊，這個一旦這個欺詐善事或者財務造假的上市公司啊被罰以後啊，他這個實際控制人他都是臉比這個兜還乾淨啊，是吧？兜比臉還乾淨啊。就像那個許老板那樣的，你說讓他賠不了，沒錢，蹬縫紉機，对吧？證監會給許老板罰款多少？是4000萬還是9000萬啊？總之啊，人家1分錢沒有。所以說啊，得讓這些中介公司賠，對吧？會計師事務所、券商，對吧？沒有你們為虎作倀，是吧？助紂為虐，他那個財務造假還造不了。這個也是我一直的吧這個觀點，就應該罰他們，罰得他們傾家蕩產。這個因為經營不善而退市的，只要他沒有犯法，就是比如說啊，這個沒有違反這個證監會、交易所的，對吧？證券法這些，沒有欺詐，沒有財務造假，沒有什麼虛假陳述，沒有操控股價這些，那人家是，对吧？他命到了，他業務不行，市場變化了，他公司在市場上被淘汰了，那退市那没辦法。如果你買了这樣的股票，那你不行，对吧？你為什麼買這樣的公司呢？這個就不能讓人家賠了，你這個你就得願賭服輸，對吧？只要這公司是公開透明的，對吧？所以說經營不善，甚至啊在市場那個重大變化中他判斷失誤，比如說昨天這個黃金暴跌的時候他把它割肉，然後今天反彈的時候他又加倉，那你導致賠了啊。這種企業啊，它是判斷失誤，那沒辦法啊。如果真的能做到啊，拿一個券商開刀罰他幾十億一次啊就罰好了。哎，這就是我老說的這個，你看那個監管部門天天都罰呀，在去年罰單開了幾百張，對吧？幾十家券商都被罰過，一點事沒有，那叫罰酒3杯，重拿輕犯，那實際上是一種縱容和獎勵，對吧？你就照50億罰，就往死裡罰。但是啊，說白了啊，光有這個還不行。我為什麼這麼說呢？就是說，那你說這個上市公司它欺詐善事、財務造假，那誰發現呢？全靠監管部門去發現，那對吧？那就尺度的問題了。他有的公司他罰，有的公司他不罰，有的公司他發現得了，有的公司他发现不了。全市场5000多家上市公司，他怎麼发现得過來呢？是不是有一種選擇性執法在裡面？所以說啊，罰只是一個方面，對吧？罰的傾家蕩產，這只是一個方面啊。也就是說，你怎麼發現這些欺詐善事和財務造假的？靠誰發現？你靠散戶能發現得了嗎？你靠監管他管得過來嗎？所以說啊，我們市場需要啄木鳥。哎，證監會啊也推出了，對吧？吹哨人制度，也就是你去舉報啊，這個上市公司造假或者什麼重大的違法，哎，給你獎勵100萬。也不能不說啊，這也是個進步，但是還是不行，因為還是控制在監管的這種範圍之內。這種吹哨人他主要鼓勵是內部人。內部人第一個啊有2個問題，第一個就是內部人他有可能是利益共同體啊，他不願意出來吹哨，他得到的好處比這100萬多，对吧？除非是他是分赃不均，這個有人要吃飯砸鍋，對吧？這個火併內部鬧矛盾，否則人家不舉報。還有一個就是你是舉報的，對吧？你上限是只獎勵他100萬，還是少了點。所以說啊，那實際上這個制度啊，美國有現成的。你看那個知名的打假人王海啊，他就說了，他說證監會吹哨人獎勵上限是100萬，那美國吹一次哨能拿多少錢呢？2.79億美元、2億美元、1億美元。大家看視頻啊。證監會吹哨人新規來了，1月9日起，重大案件舉報獎勵上限直接提高到100萬。這波啊，真是有進步。但肯定有人好奇，同樣是吹哨，美國能拿多少錢呢？答案直接顛覆認知，人家根本就沒有封頂，用的是3套罰款分立模式，按比例來分罰款，最高能拿30%。
第一套是證券交易委員会 SEC 針對證券欺詐、財務造假等行為的，舉報人可以獲得罰沒金額的10%到30%。第二套是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 CFTC 針對操縱期貨、大宗商品市場等違法行為，獎勵比例同樣是罰款的10%到30%。第三套是虛假申報法FAC 主要適用於醫療、國防、政府採購等領域的欺詐行為，並且這個法案允許吹哨人個人代表政府來起訴實施欺詐的企業欺詐，成功後可以分得罰款金額的15%到30%。這些並不是空談，美股 SEC 吹哨人單案最高拿了2.79億美元，期貨 CFTC 最高2億，醫療、政府採購領域也就是 FAC 也有超過1億美元的案例。2025財年 SEC 光公開的獎勵就發了5970萬美元，這還沒有算其他的領域。注意這裡的獎勵實際上是分享罰款，核心差別一眼就能看明白。美國是罰多少按比例分，舉報越有價值拿的越多。咱們現在是不管案子多大，獎勵封頂100萬。不得不說100萬的上限是一個好起點，但相信這不是終點。一個正常的市場就應該讓敢說真話、敢吹哨的人安心拿到應該有的回報，做好事兒就應該有好報。不管怎麼說這個證監會引入這個吹哨人制度還是算是一個進步，但是還是不徹底。我認為徹底的辦法就是鼓勵做空，鼓勵啄木鳥，對吧？只要你敢造假，我作為一個專業人士，我可能就一個機構，对吧？我甚至下面有团队，就專門盯着你，對吧？我一旦發現你造假，對不起，對吧？我就開始做空了。我在做空市場賺的錢比你舉報什麼獎勵多得多，名利雙收專門有這樣的人盯着你，這5000家上市公司，多少萬人盯着的，不需要監管，花納稅人的錢要搞編制，對吧？養着一批人去盯，不需要的，這不就是監督嗎？說來說去就是容許社會去監督。但我從做空中能賺到錢，對吧？能名利雙收的時候，那我就願意花錢去監督，我自己花錢專門去逮這些上市公司，就看你的財務報表，我就派人去你那暗訪，對吧？看你的生產情況、經營情況，我就去你的客戶那兒調研，這都需要錢的，花經費對吧？我就要去你重點客戶或者什麼客戶那兒，或者甚至我要去你的競爭對手那兒，我就花錢去調研，我去研究，搞這些數字去核對，你敢造假嗎？对吧？你一造假就正好中了人家下怀，人家巴不得了。所以什麼時候如果把這個鏈條給打通，也就是說那邊證監會有巨額的懲處罰，罰這個中介，這邊呢允許社會去監督去做空，這個時候你這個市場才能正向的才能好起來，就是誰也不敢造假，對吧？我不造假，我這企業黄了那沒關係，你大家拿腳投票就行了。但是我一旦要造假，監管部門要罰款，對吧？這個國家法律要嚴懲，說不定要坐牢對吧？無期徒刑，然後我這還要賠錢，對吧？如果什麼時候胡適要搞成這樣，那這個時候才具備說長期投資的價值，你可以去研究，对吧？你可以買哪些公司。最后我們再看看這個胡錫進老師我看了一下胡錫進老師最近特別亢奮莫名的亢奮，為啥呢？好像就是那個美國的這愛潑斯坦文件公布，對吧？胡錫進老師連着發了好幾個評論意猶未盡，說史詩級大瓜竟然讓全天下吃了個寂寞。也就是說，這個愛潑斯坦這個文件一公布之後好像簡中媒體更興奮更激動，好像美國那邊就無动於衷嘛。按照胡錫進老師那個觀點，就是在美國這應該要麼就抓人要麼就是批倒斗臭對吧？或者叫什麼斗倒批臭這個浩浩蕩蕩的這個運動不就要來了嗎？裡面還有好多跟特朗普有關係胡錫進老師說愛潑斯坦文件有關於吃人、性侵幼女的舉報和相關陳述，這些都是令人髮指的罪行。美國司法部公布了這些文件，但現在沒有相關指控、立案調查的任何跡象。莫非這是吃瓜就過去了？那顯然這個胡錫進老師就是意猶未盡說西方那些活躍的人權組織呢都死哪兒去了？也不站出來發個聲明。說早就注意到了，美國的輿論監督常常是些花拳繡腿、泡沫級別的，熱鬧但卻不管用，常常是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看看這一次哪裡像有人將被調查追究的樣子。然後胡錫進老師說他說除了羅里島愛潑斯坦案這麼大的醜聞，要是在印度不知道會有多少人完蛋，但在美國完蛋的只有愛潑斯坦本人，入獄1個月後就被滅口，
其他人一個出事的也沒有。這是資本權力、政治權力在美國好厲害，風吹不進，水潑不進的，不能不服。這胡錫進老師把那個睜着眼睛說瞎話啊，顛倒黑白，這發揮到了極致啊，這淋漓盡致。首先在印度這種事情就不可能發生，就不可能有，對吧？有也是没有，沒有還是沒有，對吧？有這麼大的事情，印度的平台一不敢問，二不敢登，三也不敢相信，對吧？你要敢問敢登，那就早就談話。這胡錫進老師本人就被談話過，就睜着眼睛說瞎話。這就好比啊，一個人一身都是黑點子，对吧？一身都是污渍，然後指着那個人家对面穿着白襯衫的，身上有一個污渍，說啊，你看看你髒成這樣，就是讓人可笑吧？這就是胡錫進老師啊，遠的不說的吧，近的印度國內出了這麼大的事情，胡錫進老師敢評論一個字嗎？對吧？印度國內的吧，這個翻天覆地的變化，胡錫進老師敢問一個為啥嗎？對吧？他也不也裝着不知道嗎？裝着沒看見。這個愛潑斯坦案子在美國，人家好歹能公開，對吧？好歹這個還好多人在這也在翻来覆去吵来吵去，对吧？指責，特朗普還煞有其事，我要告他，他們污蔑我。這個在印度是禁忌話題，對吧？就不可能拿到桌面上來說。然後這個胡錫進老師說，人家拿到桌面上說的，哎，你這說的不徹底，變成這樣，這顯然是高級黑啊。這胡錫進老師的老朋友啊，委內瑞拉他也不關注了，為啥呢？哎，就像他不關注那個伊拉克一樣，只要胡錫進老師不談委內瑞拉，就說明委內瑞拉好了。確實啊，現在委內瑞拉已經逐步走上正軌。第一個啊，這個委內瑞拉的這個一個黨派的副主席，議會能源和石油委員會成員啊，也叫羅德里格斯啊，他說啊，一旦美國取消单方面制裁，委內瑞拉能夠在年底前把石油開採量提高至每日200萬桶，对吧？而特朗普啊，馬上就要取消委內瑞拉的這個石油制裁。這個特朗普還說啊，跟印度達成協議。2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單方面宣布，用降低對印關稅換取了印度停止購買俄羅斯石油的承諾，讓這個印度呢將從委內瑞拉購買石油。這還沒完啊，最關鍵的是歡迎中國投資委內瑞拉，歡迎中國購買委內瑞拉的石油。當然了，特朗普也有可能說一套做一套啊，這個大家想一想就知道了。你特朗普你控制了委内瑞拉石油幹什麼呢？美國自己有石油，美国自己也是石油出口国啊，所以他還得賣啊。這美國必然啊，就像歡迎大國買他的玉米大豆一樣，買他的石油。委內瑞拉臨時總統羅德里格斯委任多名內閣成員，並同駐當地的美國專員會面，進一步鞏固過渡政權的穩定。2月2日下午，委內瑞拉代总統羅德里格斯在加拉加斯會見美國外交使團團長勞拉多古。羅德里格斯指派費里克斯·普拉森西亞為委內瑞拉駐美國外交代表。也就是說啊，自2019年1月份美國和委内瑞拉斷交以來，現在是恢復外交了。美國委內瑞拉互派外交使团，說來說去就什麼意思呢？就是委內瑞拉現在已經平穩過渡，接下來就是發展經濟了。正因為他接下來就是發展經濟了，所以他就從胡錫進的老師的這關注中給取關了。未來遭到胡錫進老師取關的老朋友還有伊朗、古巴，甚至還有朝鮮這都在排隊啊。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